时代咧改变，即马大家看电影的习惯也拢已经无共啊。台湾老戏院即马已经渐渐失落去。伫咧新竹一间有40多档历史的新福镇戏院，因为生意歹，是按算伫咧2月13要来关门。这消息一个出来，互在地拢真唔甘。听到电影院准备结束的消息，透早就有民众赶紧招朋友做伙来看电影。 别人摕进前买的套票要来退钱，大家听到电影院要收，感觉真可惜。我昨天看到休要那个熄灯嘛，2月13呢。对，就赶快说叫朋友来看。会不会觉得很可惜？当然啦、一个休闲的地方。对啊。蛮可惜的啊。怎么说？就以前学生的时候常来看，因为现在网络那么 方便，现在年轻人很少进来这里。新竹新福镇电影院是对民国70年开始营业，到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。迄时阵全新的设备伫在地，生意会当讲是强强滚。9年大地震了后，电影院开始以放2轮影片为主。对时代进步，民众习惯改变，伫来看电影的人愈来愈少，业者才决定后个月要结束。对新竹人来讲，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。新福镇迄个 电影院是咱即个新竹人啊，为囡仔时代那买饼就去新福镇平埔啊，伊后来就投资即个电影院啊，是阮带嚟咱新竹的这算老一辈的人大家的一个记忆啦吼。是我伫读书的时代，捌伫新福镇看迄种2轮 的这个电影啦吼，2轮片啊，有时会使享受一摆看2个片子这样啊，这是阮带伫新竹一种回忆啊，大家共同的回忆。去年伫新竹某一间在地60年的老戏院关门，如今因为大环境的关系，佫有一间准备关门。新福镇戏院结束后，全台湾专门放2轮电影的戏院，只剩台北、台中以及台南3间尔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